为了推广台南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局先设定安平国际上港的优势，甲港务公司合作办理投资台南招商说明以及企业营销交流会，吸引上百间厂商参与。其中每条嘛亲自到场推销安平上港的通关服务，有效节省业者运输成本等两个体投资优势，让面性大。台南市的安平港区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离市区近，而且潮差涨潮跟退潮中间差距不会很大，是一个而且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休闲或者是这个观光船靠泊的地方。那也因此成就了不管是安平的美食，或者安平的名胜古迹，或者是台南市区，事实上都是四通八达，非常便利。因此呢，来这边投资各种行业都是非常适合的。因此，不管是投资在南自贸，或是投资在北观光，不管各行各业都很适合。有关台南城市竞争力安平港以北办公甲南自由贸易港区作为号召来积极招商，嘛希望目前除了李纳伦到澎湖以外，嘛进一步甲港务公司配合，佮在打造邮轮停靠码头的计划。同时，112年第3季的渔光岛大月牙湾亲水游览区招商，嘛陆续展开，来拼台南的经济发展。我们争取更多的一个邮轮能够到台南来，让人到台南那第二个，安平港其实它在自贸区有包含关税的一个优惠，还有那个驻点那个入关的通关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产品能够进来到我们台南那享受通关的一个租税的一个优惠那我们也希望说台南包含云嘉南农特产可以利用安平港来出关节省运输的一个成本，提升竞争力。为了营销台南安平港的投资甲进出口运作模式，经发局欢迎物产、观光等相关企业会当踊跃报名，免费参访。报名专线06-312-4249。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